台南一中作为台南上优秀的学校之一，这几年来培育了侪优秀的人才。为了重温学生时期的回忆，真侪人拢会选择办理同学会。这届南一中691的毕业生，就伫16号中昼转来学校举办毕业40周年的同学会。开了半年的时间，成功找到200多人来参加，也有当时的老师，也成为创校以来单一年级上大型的同学会。我们实际上刚好今年毕业40周年，那大家都是58、9岁了，那其实都是在社会上的中间。那这一次啊，再不办的时候啊，下一次再10年可能都70岁了。那实际上南一中是一个我们认为是一个很好、很棒的学校，我们在这个地方啊都有很深的回忆。所以去年我们就开始筹备这个毕业40周年的同学会。刚开始也不知道说该怎么开始，可是啊，就是把各班的联络人找到了之后啊，然后由各班去联络。今天我们总共学生来参加的，总共大概有差不多220个人，老师啊有大概30个人，还有学校里边呢，在南一中学校里边大概有差不多20个人左右，所以我们今天席开27桌。就是在过去我们南一中的这些男生嘛，所以在回同学会的这个聚会上面大家可能联系上比较没有像女校那么热衷。但是这一届的学长金秀学长还有文博学长几位帮忙联络之下能够找回200多个人同学，那同时也能够在今天这个时间回到南一中的群英堂大家共聚一堂。早上在校长室也好还有到红楼我们去重温这个高三的时候的教室，很有趣了大家想说这间啊这间到底是哪一间不过因为时间虽然过了那么久了但是大家对于南一中的情感还是非常的深。根据了解，这届来参与的200多人当中，就有70多名的医生，其中也有企业的董事长甲大法官，会使看到南一中培育人才的实力。那我个人是来自于明基嘉士达，目前是集团的董事长。有今天一点小小的成就啊，其实看到我们很多老师啊，现在都已经80几岁，还有我们现在的校长也都出来，大家同聚一堂啊，非常非常感动。南一中过去是非常非常这个优秀的学校，现在也是那大家都以南一中为荣，以能够在这边学习成长，那一起把台南一中这样的精神把它发扬光大。会中真侪同学拢是40年来第一届见面，因也趁机会来开讲，除了讨论现在的生活，也回顾当初上课的回忆。看到老师出现，大家也拢欢喜的去咧甲老师拍招呼。主办单位也特别准备了拍立得，互校友会使加翕一寡纪念的相片，现场热烈温馨。台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